平時同朋友捉棋有冇試過自己多隻馬或者多隻炮，但係點知行行下突然間俾人將軍一聲就玩完？呢啲唔係意外，係你中咗招啊！今日呢，我哋就同大家講下象棋嘅靈魂殺法啦。簡單嚟講，殺法就係你有計劃咁去將死對手將碎嘅手段，佢唔係靠亂撞嘅，而係一套組合拳，就好似打波要配合戰術咁。殺法就係利用唔同棋子嘅特性，將對手將軍逼入死胡同，等佢無路可走，無棋可救。呢個致命嘅過程就係殺法。殺法多到數唔晒，但係咧，新手一定要識3招殺手鐧。第一係卧槽馬，第二係重炮，第3係悶弓。學識殺法，你捉棋就唔再盲摸摸咁淨係掛住摸人光珠，而係識得點樣去做勢。記住，食得多棋咧唔代表贏嘅，將死對手先係真功夫。想進步，快啲嚟研究下殺法啦！中意嘅就 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啦。